主后2026年4月2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祈求上主的怜悯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23篇第1节到第4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123篇，爬行上耶路撒冷的诗。坐伫天顶宝座的上主啊，我举目望你，看仆人的目睭安怎仰望主人的手，女婢的目睭安怎仰望女主人的手。阮的目睭嘛安尼仰望上主，阮的上帝，一直到伊临永远。上主啊，临永远，临永远。因为阮互人看轻到忍受袂牢，阮已经无法度忍受自满的人的冷笑，无法度忍受自高的人的藐视。祈求上主的怜悯。世间真侪受苦者的苦难，并毋是因为本身无能，是踮败坏的社会中受有钱有势的人欺压。譬如讲，伫职场上受到主管也是同事的霸凌，或者亲像中国知名艺人伊某朗的死。中国警方虽然将伊某朗的死定调做酒后意外坠楼，但是受暗勘的真相却显示，伊是受尽强权者的霸凌，落尾被自杀而亡。根据统计，短短10外年，除了伊某朗在内，至少有9位年轻的中国艺人离世。这会除了显示中共社会的腐败，搁道尽权势者的目中无人，为满足个人私欲，无甲人当作是人伫看。无论私欲是毋是有得逞，落尾又愿用极端手段致人以死，互人死甲不明不白。随像台湾社会也存在不公情况。2008年，政府实施公教年金改革，公教人士退休了，还通月领数万元。但是，袂少人对年金改革不满，大肆批评。若要立委为着拉拢这个人的心，趁多数失处优势，联手通过反年改修法，袂歹想过节流子孙，将造成世代不公甲社会纷乱的问题。有袂少拥有权势的骄傲者，看人无点，借着欺凌弱势者来炫耀家己的权威，欺善惊恶，威权凌人，自古以来比比皆是。搁较有袂少有权势的骄傲者，看人袂起，借着欺凌弱势者来炫耀家己的威权。诗篇124篇，作者用短短4节，道出深切感受被食饱伤刑的富足者虚人和欺凌的痛楚。伫痛苦中，诗人谦卑仰望上主，祈求上主的怜悯。诗人讲：坐伫天顶宝座的上主啊，我举目望你，看仆人的目睭安怎仰望主人的手，女婢的目睭安怎仰望女主人的手。伫古早，奴仆伫主人面前的地位十分卑微，女婢伫女主人面前搁较是微不足道，因爱倚靠主人，或者是女主人才会当存活。诗人虽然感觉无助，但是伊深信上主充满怜悯，所以伊还亲像奴仆也是女婢共款，谦卑地仰望上主的帮赞。
因为上主是天顶的掌权者，也是世人唯一的倚靠。只有寻求上主的怜悯，才会当得到生存的愿望。当咱受尽轻视、霸上富足人的喜人，受到骄傲的人的欺凌，陷入差不多无法度跳脱的深渊困境的时，莫袂记得上主的目睭并无离开咱，爱记得仰望上主，祈求上主的怜悯，永无放弃，直到上主怜悯咱。同时，咱也爱提醒家己，假使咱是富足者，也是拥有权势地位的人，一定爱看顾弱势者，千万毋通以权势欺人别人，也是欺凌别人，免得有人因为咱来受苦。因向上主哀求一声，上主的确要听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捌有受轻看、藐视、霸凌、欺压的经历？在当时安怎行出迄一段痛苦的历程？我是毋是捌有受轻看、藐视、凌辱、欺压的经历？在当时安怎行出迄一段痛苦的历程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我要仰望你，切切找求你，因为你是我伫患难中随时的帮赞，你是我的避难所。当我陷入痛苦深渊的时，我要向你仰目，因为我深信，无论面对任何处境，你拢袂放杀我，会甲我同在，救我脱离痛苦的深渊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